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10月7日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第3篇，哈巴谷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，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13节到2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苛刻。一个基督徒爱热心。但是千万毋通凊彩随便特别是拄着咧面对讲答应别人的请求的时阵，毋通安尼乌白讲应因为当你讲应的时阵，你就开始欠人啊。要答应人任何代志进前呢，先要问家己几项事啦比如讲，我敢是真正欢喜要做，讲我真正做会到吗？甲进一步来问讲，我安尼做是帮助人，还是咧害人？有诶时阵，咱会互一寡假现象来迷惑啦，比如讲娱乐啦、民主啦，甚至是惊吓啦。所以基督徒爱真细致，爱谨慎，着爱思考上帝要爱咱做是甚物，然后来对上帝对安安啦对调调，毋通真做迄个无苛刻的人啦哈巴谷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，提醒以色列人，伊讲财富会迷惑人，互人骄傲贪欲，亲像淫妇天袂甜，伊的心亲像死亡袂满足，想要征服万国，互万民拢归顺伊。受征服的人会用俗语，譬如甲伊支持，比个上讲，你惨啊！你囤积头体内的物件，用别人的抵押趁大钱，你做即款的代志要到第时啊！互你白色的人减袂互忽然兴起，因减袂兴旺互你皮皮抓。迄时你会变做因的拿物，你会抢劫真济国家列国的中间所存的人嘛会甲你抢，因为你有老人的血。毁灭境内的城市甲市内的居民，为着家己的假积聚不义的钱财，伫悬的所在最受望脱离灾难。即款人惨啊！你假冒要毁灭真济国的人民，煞互你的假受天笑搁着害家己的性命，连饼的石拢会嗷叫，厝的牛嘛会应声。上帝呢是信实的，借着耶稣基督，伊必然要成就救恩。亲像彼得的信仰告白讲的，你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囝。圣经永远信耶稣是基督的人，拢是上帝的囝，拢要领受到上帝的救恩，因为伊是信实可靠的，应允就必定会成就。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13节到21节。安尼甲咱讲，信耶稣是基督的人，拢是上帝的囝儿，听父母嘛会听因所生的囝儿。咱若听上帝，佮遵守伊的诫命，安尼就知咱是有伫听上帝的囝儿。遵守上帝诫命的，就是听上帝。伊的诫命毋是歹遵守因为上帝的囝儿拢会较赢世间，互咱较赢世间的，就是咱的神。较赢世间的是甚物人？敢毋是信耶稣是上帝的人吗？我写这个是要互恁信上帝的子民的人知，恁永远有活命伫。咱伫上帝面前勇敢无惊，因为咱拢照伊的旨意咧祈求，伊会甲咱听。既然知伊会听咱的祈求，就知咱是对伊所求的已经得到啊。若有人看到兄弟还是姊妹犯着袂抵到死的罪，就求上帝会赐伊活命。
我是指遐个犯着未抵到死罪的人伫讲的，嘛有会抵到死的罪，我讲着祈求，并毋是指这个一切不义的行为拢是罪，毋过嘛有未抵到死的罪。咱知上帝囝儿未继续犯罪，因为上帝囝得甲因保守，邪恶的吸引袂着。咱知咱是属上帝的，毋过全世界受邪恶的管辖，咱嘛知上帝囝已经来临，佮互咱有向恶的心，通认捌迄位真神上帝。咱甲真神上帝结连，因为咱甲伊的囝耶稣基督结连，这位就是真神上帝，是永远的活命。世间恁着闪开恶相，世间人都爱追求，当然都爱追求迄个通活靠的上帝，千万毋通对乌白掠求主帮助咱坚定咱的信心啦吼。诗篇第3篇上主啊，我会对着遐尼济人来攻击我，因对我讲上帝袂帮助恁啦。毋过，上主，你是保护我的盾牌，我的阳光，你互我的头较固起，会举起来。我出声求叫上主，伊会对伊的圣山来应我。我倒地，我伫滚，我精神上主拢伫保护我。就是讲，有千万人包围攻击我，我嘛毋惊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！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，因为你有扇我的对敌的喙皮，讲断歹人的喙齿，拯救对上主遐来，愿你赐福互你的子民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，帮助阮坚定信心，伫面对苦难的中间，犹原拄着危险袂乌白来，紧紧安安来对可靠的上帝。离开无可靠的偶像，就必会得救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